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透过镜头，我们要带您到桃园龙潭的三林社区。在三林社区呢，是以客家花苞闻名的。这一开始的时候是客委会提倡客家花布，于是呢，当地的志工妈妈就把这花布制作成像是手机袋、还有包包、还有帽子。那么这个客家花布的相关商品客家花苞就广受好评，当然也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发展。今天透过镜头，我们就带您一块来看看。桃园龙潭三林社区，这里专门生产 LV 等级的客家花苞。按照来，这一群志工妈妈就是 LV 客家花苞的裁缝师，平均年纪75岁，眼力、手工精致度完全不输给年轻人。先做点，跟线头哈，线头不要在里面哈，在摸关。制作客家花苞，有些还是得要靠手工，一针一线用心缝制。6年前成立三角林生活工坊，找到人生新目标。创了安尼啊，大家吼，来了位，大家有盘，像妈妈里头哈，投入热心，像来头动热心啊哈，个动快乐。三角林生活工坊的幕后推手是三林社区协会理事长魏荣贵，坐在裁缝机前亲自示范。不只做包包，他提议要把客家花布或是油桐花图案摆进来。自从客委会他提倡那个客家花布，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用桐花的图案，做了很多花布。然后我们这样做出来的那个帽子啦、包包啦、手机袋，客人都蛮喜欢的。认同客家文化，还要打响知名度。才刚说完，理事长立刻带我们去欣赏所有的完成品。那个去参加晚宴的时候，我们就叫做晚宴包。一个大男人拿起女生的包包，可是说的口沫横飞。热心介绍，过去他在大陆开工厂，11年前成立协会，凝聚向心力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像以前的，你该镜头啊，该皮啊，皮单啊。皮单就是那个棉被上面那个被单，以前客家人的被单是用这个颜色，这是最早期的，但是感觉是花花绿绿，但是很漂亮的，感觉有点那个客家美。那时候我们说，又配合我们的桐花季，所以说我们才想说用这个方式来做，用客家的花布来做，把这个产业带起来。产业带起来之后，才把设计带起来。然后这个对这一条线，一拉起来就变长，就对吧？偶尔靠裁缝机帮忙，有时候需要手工缝制，穿针引线，不嫌累，不含苦，编织出客家人团结精神。扎实的针线功夫穿透布包，让艳红的牡丹绽放，看纯白的桐花舞动。LV 等级的坚持，魏荣贵用客家应景把关，推开工坊门扉，遇见感动时刻。